面对这新版财违法统筹分配款的争议，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是邀请22县市首长分配协商，望是会当解决计算公式错误、事缓分配、城市增卡差距等的问题。行政院长杜英泰头拄则12点半嘛有开记者会说明，讲这早起参加会议的多数的地方首长是提出讲，爱落实地方自治，而且未来唔但爱修正这计算的公式，嘛爱全面检讨财违法。那即阵下晡的时阵，还有11位地方首长是当咧甲行政团队开会，待这会议结束了后，行政院会个说明。行政院长杜英泰拜六透早到行政院，因为新版的财违法出现统筹分配款争议，即天邀请22县市首长沟通。在机场上百家人讨论新的县市高频甲离岛的金门马祖朋友先上场。中央跟地方对财违法的沟通，我很期待，希望中央能够积极面对，地方一定会更加的回应中央所有的希望合作的事项。我很希望中央能够清楚地说明，并且确认，是不是就一纸公文将大幅删减地方政府捷运建设的补助经费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会前主动表示，会请行政院说明计划型补助款。台北市捷运建设补助费是安怎中央删减650亿？安尼南部立营县市首长是指出，希望立法院对统筹分配款公式错误的部分，搁进行修正，才会当互各县市平均发展。立法院的修法有错，就应该要认错，赶快把这样的错误导正回来。所有的账本把它翻开看。如果统筹款增加，那一般性补助款再加上计划性补助款加起来，就不能比前年来得更低。那今天来，我好不容易也碰到蒋市长，那也碰到其他县市的这个市长，那我真的要这个拜托这个大家真的是要将心比心，非常诚恳的希望朝野能够放下屠刀，2300万国民都应该受到均等的照顾。大家能够在即将开议的立法院为国家做一件对的事，那也是我们今天的期待。行政院搁再声明，会甲各地方政府讨论公式错误、事款分配，也甲城乡差距扩大这3大问题，希望会当讨论出解决的方案。记者采访报道。